来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，今仔日甲因党内的青年军合体推出着反罢免的宣传影片，讲7月26都爱守护民主，唔通记载民主，互人偷摕去。另外这边，这个民进党的前立委林罗水讲，咱的罢免制度是国父孙中山发明的，若无国父就袂有罢免制度，所以大罢免根本就是国父的最爱。朱立伦来回击，讲这款的讲法根本就是咧扭曲掉罢免制度。没有，你在拍什么？啊？我在拍我自己啊。徛伫自强磅空前伫翕影片，刷来有人摕手机直甲问伊是啥物人。影片中国条框写是内地万老师，敢若是你讲民进党立委郭玉成进前公审过路人。国民党中央提出这个影片，宣传反罢免。7月26号是台湾民主最关键的一战，如果可以宣输兵斗，那我们台湾以后就是年年选举，年年搬桌。那叫做没完没了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青年军呼吁选民726为民主而战。不过前民进党立委林罗水直接就讲，内国的罢免制度是国父孙中山发明的，所以讲大罢免是国父的最爱。如果没有孙中山，就没有罢免制度。民进党再不爽，也没有办法。大罢免是孙中山的最爱。误解扭曲。选举罢免制度，罢免是针对个别立委或公职违法乱纪、作奸犯科，而不是作为政党斗争清除在野党。无用阮罢免的制度被扭曲，大罢免已经到最后的阶段，国民党要尽全力顾立法院的实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